啲香港朋友仔過關直撲嘅26年按摩樓店就係羅湖嘉年華廣場5樓嘅月光城健康水會啦。入店先攞手牌，正規健康有保障，周圍嘅鋪頭根本都比唔上，技師嘅技術數一數二，真心想放鬆按摩嘅揀區就冇錯噶啦。呢度24小時營業，使100零蚊就可以喺度泡成日噶啦，比住酒店仲抵手啊！一日3餐自助便餐，任攞唔嬲。生果飲品全日無限供應，新鮮水果切好擺滿個櫃台，冷飲熱飲隨便攞。按摩院嚟呢度又有飲又有食，舒服到唔想喐。啊，好舒服啊！唔怪得咁多香港人要過關就撲嚟呢度啦。我今次試咗中式加埋熱射，熱射滾過個身超舒服，中式加草藥球，仲有中式加衝擊波，都係唔錯噶喎。體驗完之後，成身輕鬆晒。依家蜜蜂網團購118蚊就有100分鐘嘅中式按摩，送埋自助餐正裝。佢哋呢度啊，仲可以過夜添噃。香港啲賓客咧過咗關之後可以坐免費專車接送噶，深圳6公里內咧都可以接送。認準嘉年華廣場5樓嘅月光城健康水會啦。